最新發表嘅私人住宅樓價指數，整體樓價已經連升12個月，反映樓市升軌已經確立。雖然喺指數計算上，整體樓價按年升幅達12%以上，不過當中有個別二手屋苑升幅明顯跑贏大市。馬鞍山鐵路上蓋項目銀湖天峰最新錄得一宗短期轉售獲利個案，升幅拋離大市，持貨短短半年時間，物業價格大幅上升達20%，可以話係近期持貨期最短嘅短炒獲利個案。投資者於今年1月購入單位，持貨不足半年就轉售，帳面大幅獲利250萬元。鄰近馬鞍山烏溪沙站上蓋嘅大型屋苑銀湖天峰，屋苑由7座樓高39至47層物業組成，合共提供多達2169個單位，基座設有大型購物商場，加上全屋苑有超過20款不同間隔類型，適合不同買家嘅需要。最新成交為銀湖天峰6座中層 D 室，建築面積1203平方尺，實用面積919平方尺，屬3房2廳間隔，坐向西北，鳥瞰開揚景觀，單位原叫價1550萬元，最終輕微減價50萬元。就獲買家承接，減幅僅3.2%，實用面積尺價16322元。原業主剛於今年1月初購入單位，當時作價達1250萬元，持貨不足半年就迅速沽售，帳面獲利250萬元。單位期內顯著升值20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